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？可能我朋友不在房间，刚才我在这儿把东西落了，你能不能帮我打开门？好，可以。您请，先生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明明人在里边呢，怎么没了？您是艾小姐的朋友吧？啊，他人呢？她在另外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什么意思啊？艾小姐是酒店的老客户了，她还有一间承包房，也是在这一层，是她和孩子住的。刚才这间房间是她接客的地方。您知道，一个单身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。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就是因为他妈这个狗屁男人收了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好吗？谢谢。杀了孩子的。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搞什么养孩子？你说话！你搞什么养着孩子？说话呀！你根本不用这样。我是你爸，我可以养你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爸爸，欢迎光临逸轩广告公司为红酒策划的一个推荐会。你们杀了孩子的。你告诉我，你都干点什么？说一下你干的什么？你怎么那么傻？知道吗？我可以养你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
师哥，时隔多年没见，没想到咱们俩今天在工作上重逢了，真是巧啊！我也觉得有点意外呀。今天接到你的电话，说是这个事儿，我都愣住了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在奥美吗？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来这家公司时间也不长，多亏是我们林总，很器重我。林总真是好眼光啊！我的这位师弟呀，那不仅是一表人才，那能力也是极强啊。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名的厉害，你能请到他帮你的忙，我只能说羡慕啊。任毅，你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啊？他在公司呢担任副总。也算合理呀。希望大家给宝贵意见，谢谢。各位前辈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谈工作，只谈感情。今天这顿饭纯属是为了见证我跟我师兄重逢，好吗？我先干为敬。有意。来，我先干为敬。老板，干得好啊！你的确没让我失望。我说过，我只需要你的信任。现在全公司上下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任命你为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好好的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任宇啊，有件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亲自帮我去办一下。你在附近呢，给我找一个小户型的房子，尽量条件好一点，最好是已经装修好的。你要买房子？啊，行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明白？明白。慢一点啊，那上面那就轻一点，别磕着。那喜不喜欢上学？南望姐，妈妈，你来了，今天还算早啊。对啊。任毅啊，林总，我看这房子感觉不错，你满意就好。辛苦了。你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我也喜欢跟闹闹玩啊，对不对？跟老师说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拜拜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。当然。
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。来，闹闹，爸爸抱。啊，房子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随时可以住进去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让我再想想吧。没什么好考虑了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吧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我到宾馆接你们过去。来，宝宝这车，我看怎么玩的。来，给我开开。呀，跑是不是这样的？拉完了以后，我看，你把这个端来，给爱宝买房子的事，如果让乃梦知道了，他会怎么样？对他的伤害有多大？后果会怎样？我真的不敢再继续想下去。但我只知道，为了孩子，我必须这么做。我们可以走了。若不是因为遇见你，怎会忽然艰难呼吸？若不是因为爱上你，怎会嫂子有这般勇气？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对呀，不好意思，这种事还麻烦你。嗨，有什哎，么麻先不用偷了，请进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能不能和我一起掩埋在时光里？我如此的珍惜。谢谢。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林总，进来。把自己打扮得挺漂亮。林总，哎，任意，来，进来。我这儿呢有份资料，你帮我去核实一下。还有，孙宁，你配合一下任意的工作。好。去吧。好，那我出去了。啊。任意，为了庆祝大功告成，我们去唱歌吧。
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去玩吧。走吧。我这人唱歌五音不全，你们去玩吧啊。林总组的局，你敢不给老板面子？而且老板娘也在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快点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感谢。我不知道什么生日，没关系。我都不知道是你生日，什么都没准备，你也没跟我说。你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嫂子，领导，谢谢林总为我庆生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嫂子，你帮我切好不好？啊，我去点歌去。仁义，唱首歌给我听啊。我唱歌不行，你唱我听。我受够了等待，你所谓的安排，说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？你总要来不及，才知道我可爱。你早就该拒绝我，错一点。不敢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是谁太勇敢，说喜欢离别？只要今天，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流走，还说再见。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，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。愿被你抛弃，就算了解而分离，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。哦，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。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，爱很像时间，用手温暖我的脸。喂，我有事想找你商量一下，你方便过来吗？我现在手头工作还没做完，做完工作以后再说，好吗？忙完了一定给你打电话。我的员工正等着我呢。那好吧，我等你。行，不跟你说了。来，接着说。这一部分都 OK 了，现在就是执行方面，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这所有的策划案呢，我都看了，我觉得非常完美，执行就行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有点担心，林总，我来公司没几天，这我说话好使吗？谁说不好使了？我会让所有的部门全力的配合你。还有一点，你别忘了，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，我挺你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手去干了。你就放手的干。林总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加班呀？要不然您就早点回去休息呗。你是担心我吗？你是担心他吧？行了，走吧。那你呢？我抽完烟就走。那行，我们就先走了。
明天见。明天见。闹闹，爸爸，他不是你。孩子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你不为你自己，也得想想闹闹吗？你在发什么呆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坐，快坐。我煲了汤等你回家，可是你一直不回来，我怕汤都凉了，就给你拿过来了。我弄给你喝吧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Please redial later. 怎么了？我有点累了。累了就睡吧。对不起。